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仔日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有11个境外病例，3个本土病例，一个当地调查感染源。对今仔开始，全台湾330间病院开放65岁以上民众、军人、国安单位的本职人员会当去做公费的 AZ 疫苗。本地5日尾下爱开始落雨，不过南部天气热又搁无雨，国内规模上界大的江门水库低水率无到6%。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1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3个本土病例，也搁一个调查感染源的病例。咱赶紧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上最新的水平。总有15例的新增案例，那11例是境外移入。那3例本土，那1例感染源调查中。那1186这是应该就是本国籍40多岁的男性他是我们诺富特的员工他接驳车的司机，那没有出国史。那4月23到28日曾分别接送过案1128及案1129。那按1187为本国籍40多岁男性，为某华航的航空公司的机师。那5月2日曾与1183搭乘同一部车到公司。那感染源在调查中不过相对现在还是比较怀疑是1183的接触者。那按1187可传染期间直到公共场所的活动时，大概是5月3号。6点半到8点，在台北福华饭店7贤坝。那5月4号6点半到7点半，在县老满南港店。那按1199及按1200为40多岁的女性及10多岁的女性，这是按1105的同住家人。为着要对抗武汉肺炎的疫情，对今仔开始，全台湾330间病院开放65岁以上民众、军人以及着国安单位的本职人员会当去做公费的 AZ 疫苗。右手靠你叮当哦，好，来打右手。这个集会人甲护理人员讲，注射爱注正手。即卖疫情野悬，为着确保集会人的健康，全台湾330间医疗机构为7日开始开放65岁以上的民众公费做 AZ 疫苗。亲像新北的阿东病院，透早就有20外个老大人要来做疫苗。我担心啊，咱老人身体较歹，所以怕靠预防嘛。对大家好，对自己好，对不对？安全嘛，人家都不怕，你有感染，人家比较不怕。家住这附近呢。方便，我早上5点就来了。大部分的集会人拢认为讲，做疫苗是伫咧保护家己，嘛是保护别人。为着增加集会人做疫苗的意愿，病院除了接受网络注文以外，嘛伫咧2楼用大海报宣传的方式，后来门诊的集会人知影会当免费做疫苗的信息了后，就会当随伫咧2楼的注射中心现场挂号来做。我们为了要方便65岁以上的长者能够很方便的取得疫苗的接种，所以我们的规划是利用在门诊区的地方能够扩大服务，让长者可以不用预约，甚至可以随到随接受疫苗接种的方式，增加他们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扩大接种的范围。这回公费做 AZ 疫苗，也有开放军人甲国安单位、军事机关的本职人员。政府希望透过扩大做疫苗的方式，保障民众的健康，避免受到新冠病毒的侵害。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华航技术甲诺富特饭店群聚感染的风波。就立委以下讲，华航除了甲一馆的7楼、8楼当作是员工的宿舍以外，若准是对外国回来机组人员伤过济，就会安排因去住别站楼。华航回应讲，这是饭店的安排。不过诺富特因为无遵照防疫规定，去互罚141万6000块。华航诺富特饭店伫今年2月就互民众投诉。有检疫甲国旅男子会大状况，3月份民航局发函诺富特，要求依照防疫计划收治有关人员。4月诺富特饭店回函民航局表示，拢有按照相关规定，不过随后就发生一连串确诊感染。立委更加指出，诺富特虽然表示一馆的7楼、8楼是组员宿舍，不过其实转来的机组员若伤济，就会住入其他楼。华航的机组人员回来都住哪一楼？7楼是空服组员跟机组员
那8楼有分。那只有住这2层楼，其他楼层没有住吗？目前的调查是这样。你有调查吗？这是根据地调说明的结果。他可能4楼、5楼、6楼，他有时候会客满，他也会安排住到其他楼层。交通部讲，诺富特饭店管理出问题，即马是中央电风同齐被捕破网。目前诺富特因为伫非防疫旅馆和机组员检疫，共案治罚款拢总126万6千块之外，另外影响国旅违反观光条例，将罚15万。不过外口风声，饭店已经通知员工5月17，也就是7天了后就要复工。谁同意的？没有一定的时间，就是要通过。没有一定的时间，你们已经通知员工17要恢复上班啊，不是吗？但是还是要通过我们的检查之后才会恢复营业的。入会这期诺富特事件，凸显中央电风伫防疫旅馆管理有严重问题。另外，对于机组员的内外管理也有检讨的必要。交通委员会早期提案要求，全面检视防疫旅馆政策，建议只补助完全作为防疫的防疫旅馆，而且要公开全国所有防疫旅馆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印度目前疫情是真严重，外交部本地是讲，伫咧月底要甲大商侨胞接倒转来，但是确定讲计划要来取消。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因为华航目前有300位机师，伫咧集中检疫所或者是居家检疫，无法度安排华航包机，回复大商侨胞会当坐日本航空的航班去到日本转机，才回来到台湾。印度新冠疫情失去控制，台湾驻印度代表处的人员小连续去画掉。不过，即马说团组原本安排伫5月底包机，煞讲袂成啊。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伫立法院表示，主要是因为华航300多个机师当伫居家检疫，所以无法度完成任务。现在它的影响大概有300多个。那我们觉得，因为最近有相关的疫情所以我知道他们现在对于比较长程的这些航班做一些这个减班的一些动作，所以目前应该是由日本航空公司就一般的它的这个飞机，然后飞到日本再转到台湾。新冠疫情持续伫全球咧滚价。美国疾管中心甲新冠病毒感染的管道为密切接触，毋是空气传播的讲法，修改做新冠病毒，卖调伫比烂手搁较轻的气溶胶顶悬。就算伫室内，甲带原者保持差不多1.8公尺的社交距离，也是有可能会去活着。因为大粒的烂手去互人体喷出来了后，会伫几啊秒钟至几啊分钟的时间彻底。不过，若是微型的烂手所形成的气溶胶，因为真细粒，会当伫空气当中飘来飘去几啊分钟，甚至是几啊点钟的时间。小的飞沫传染在很多疾病都是会存在的，新冠肺炎也是会存在。所以目前的建议就是，第一个2个都一定要戴口罩，尽量减少飞沫。可是这个并不能100%阻止这个飞沫。我们会斟酌这一些报告跟这些数据的来看看，交由这一个专家来做讨论。医师表示，虽然挂嘴암对烂手的传播有预防的效果，不过气溶胶的传播，这个距离会比烂手搁较远。也若目睭嘛有可能会去接触到有病毒的气溶胶，或染病风险加悬。建议民众除了甲个人的防疫措施做好，避免长时间伫咧密闭空间内底。针对室内活动，是当透过加强空调通风换气的频率，避免病毒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早起，有一架日明航空的飞行机要对上山机场飞到马祖的南港机场，却因为飘落来时阵，飞行机的车轮啊破去，随后飞回来到上山飘落来。地处上山机场是拐到下晡1点，也影响到对日本东京起飞要飞伫上山机场的日本航空 JL97的航班，伫咧透早11点45分的时阵，煞改飞伫咧桃园机场。这内面有29位旅客捌去过印度。捌去过印度29位旅客落飞行机了后，桃园机场也启动相关的检疫 SOP 进行检疫，工作人员也加强消毒。旅客由2台防疫专车上到检疫所去集中检疫，内面有3个对印度来的旅客出现呼吸道症头，所以安排因去体检站进行体检。伫咧高雄的公山叶连港铁，昨暗9点外时阵发生火灾，造成一个员工10条伤。昨暗11点外时阵也甲火拍花。今仔日业者出面说明讲，表示产能未受到影响。经过高雄市劳工局的调查，初步认定叶连是因为高温作业、劳工无安全的方式，才造成烧烫伤的，也依法甲业者罚30万。那
花火一直高雄市消防局出动46车90来人前往拍火，现场是高雄公山的叶莲钢铁。9号暗时9点外，现场通报有7万公升的油槽火警，消防队出动大批的人力，市长陈其迈嘛到现场来了解。那所以在很快灭火的动作当中，那到目前为止现在是持续在降温，现在都已经是熄灭那在持续的降温当中。初步掌握是现场的机台，还有润滑油槽来着火，火势伫暗时11点外拍花，造成一名49岁的员工受伤。但火警无排除是人为的起火，市府嘛要求业联都要停工。先停工检查把这个符合这个劳检跟消防以及公安相关的一些规定之后，再准它复工。它的这个产线跟工厂，它的工厂好几个嘛。这个东西跟大家理解的那种燃料油不一样它不是燃料油，油烧起来，但是灭掉了，那里面还有多少？我们现在反正就是水在里面了。针对停工，业联表示尊重市府的决定，嘛强调另外一个厂区有同款的产线替代，产能是未受到影响。损失的部分因为设备还有厂房拢有保险，经验要等到统计了后才会知影。不过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若是工厂因为操作唔好，来倒伫火警请乌烟，环保局会按照着空污法来开罚，上悬罚500万，其他的责任嘛正在了解当中。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伫今仔日透早7点过的时阵，台铁高铁拢有出代志，害真侪车帮万分。台铁的部分是道路局自强号伫基南的边高道弄死人啊。另外，高铁的部分是因为桃园站发生信号异常，有一寡车帮去牵着时间。8日透早6点49分左右，高铁桃园站发生分道器信号过样，部分的车帮万分，嘛影响袂少旅客。因为发生的时间是8日大家赶要上班的时间，有一个行程因为安尼受到影响的民众，伫网络顶问高铁是发生什么代志，嘛有人讲上班袂赴啊。高铁派人去修理了后，伫7点38分的时阵恢复运作，不过了后也是有部分的列车受到影响来万分。我只是在等人。在等人，有听说吗？有听说延误的情形吗？有一班延误是吧？对。大概延误多久晓得吗？大概7、8分钟而已吧。7、8分钟而已了没有等很久了没有。除了高铁万分，台铁早起嘛发生有人走入去边高道发生事故。一架402车次道路局自强号早起7点11分，伫头城到大溪之间的吉祥路边高道，启动着一个伫铁基路顶悬88岁的女性，致使车帮万分。消防局表示，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这个负责人已经死亡。早上就是开往资本的402次太鲁阁自强号列车，在行经头城跟礁溪之间，因为路人的路线入侵，造成平交道事故。那经由铁路警察处理之后，于8点32分放行。那影响了11列次，大概2400个旅客。那后续整体的调查情形，由铁路警察在持续办理中。事故发生了后，遐个路段是先以单向通车。8点48分的时阵，恢复双向通车。也那事故发生的原因，目前由铁路警察局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半暝啊2点过的时阵，伫台中西区有一台轿车撞到路边一台乱停的车了后，唔但无停车，佫向公离开。偏偏车是一个漏油，而且是沿路驶的沿路漏，佫害到奥多派出坡倒。这个驾驶竟然甲规台车撇伫路边就逃走啊！目前警方也当咧追查。监视器清楚翕到，车早透早2点外，一台白色轿车驶经过公益路关前街口的时阵，去撞到另外一台违规挡伫路边的车辆。轿车的驾驶并无落车处理事故，颠倒是加速逃离现场。不过因为弄到的力头无讲解释，轿车的车头已经酸长变形。驶500外公尺以后，轿车的驾驶甲车等伫李川路中村路口，就安尼做移走。看车子里面要看有没有人受伤，人就都不在。肇事轿车伫咧逃脱的过程当中是沿路漏油，警方要维护通知清洁队来处理。到一个70岁民众骑奥多麦经过的时阵，煞无细支除倒去，加载只是受到轻伤。我唔知影，我都因这警察车直接我唔知我闪过来丢的啊，直接。碰撞之后，这一台自小客车，它之后又再继续行驶，直到美村路与长春街口才停下来，然后汽车逃逸。如果是肇事逃逸的部分，会吊扣1到3个月的驾照。
警方表示，透早2点外的时阵，小计4分钟去接到公益路甲美川路的车祸报案。本地掠准是2桩事故，不过经过现场民众的描述，佮调监视器来厘清，确定是同一件肇事逃走的车祸。目前已经照肇事轿车的车牌号码通知车主到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通常咱台湾到5、6月的时阵就会开始落雨，不过南部是天气热，又搁无落雨。国内规模上介大的闸门水库低水率无到6%，另外伫咧桃园的石门水库也是无到20%，这敢会影响到新竹地。北水局表示讲，若阵可花是愈来愈严重，就会另外公布应变措施。南部连日高温，因过除了回车的头一波唔算雨了后，就无过落雨，也予闸门水库抽水量继续大底。为了稳定民生工业供水，南水局引流1552万吨到乌山头水库转存，放水了后，闸门水库抽水率跌破0.6成，有效抽水率几乎3045万吨，抽水率5.98%，加过乌山头水库的4106万吨。伫去年5月份了后，再处理乌山头水库较少，水情继续有危机。虽然说现在我们大水库的水量比乌山头水库还少，可是这个他们合计起来还是有7151万。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台南地区，我想我们到6月应该是没有问题啦。除了南部继续看花，北部的石门水库也爆破2成，桃园也已经实施减压供水。5月正式升级了后，有假会有唔算雨也是午后阵雨发生，应该会当确保5月底前供水无问题。北水局强调，桃园目前水情正好，维持伫黄顶，外界关心敢会影响新竹地区。北水局表示，将联动式检讨，若可发扩大，会搁公布对应措施。水情灯号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因为可能最近的一个降雨然后做一些调整的部分我们都在日日的监看水情，会做滚动式的检讨。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些水情灯号的调整，由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会去做相关的一些那个跟外界来做说明。那目前我们并没有规划要去做灯号调整。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报，5月下旬才有可能有大面积落雨，目前全台大欠水，这会当呼吁民众平常时爱节约用水，共度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国军最近逼出使用美国猪肉争议，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日去到立法院报告，证实讲去年就签进口猪肉加加工食品的合约，会当使用美国猪肉。到目前为止，咱的国军依然是以台湾猪肉为主，无因为开放特别改用美国猪肉。国军进前互人讲，高雄左营副食品供应站所提供的猪排，外包装是台湾，内包装却是美国的，引起国军有食到美国猪肉的议论。国防部长邱国正到立法院报告的时阵证实，去年就有签约采购进口的猪肉，但是并无因为安尼开放美国猪肉就故意来进口。因为我们业到目前为止的确还是使用国产猪为主，好吧，并没有讲说业要开放，然后刻意去。就搞出这样，要签约早就签的。根据国防部的报告，进口猪肉也甲加工肉品合约，为109年2月26到111年的2月25；罐头食品合约是为109年8月26到111年的8月25。其中莱克多巴胺应该是未检出，立委质疑是不是会出现生产地的疑虑？国防部表示，未来会加强调查。那照顾官兵本来就我们国防部主要任务之一，所以一切都以把关为主。那我们在这个合约里面定得很清楚原产地我们尽量用这个我们自己原产地的猪只的肉来做一个不供在一个这个销售，不会在这一方面故意放水图利任何人。这个是违法的。也是有媒体报道，国防部有意要调整组织一个投降，要废止军团防卫指挥部，保留作战区编制。邱国正也证实，会往这个方向来规划，因为联合作战是国军一直以来所推动的重点。想要借着安尼做来达到互作战区指挥官统筹三军，也甲运用兵力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警察界也是真无平静，有人伫咧讲，内面有人伫咧相斗。警政署长陈家钦今日表示，最近警察团队正拍拼伫咧办案，相信即款风声放映拢会消失去。另外，台北市乌山人乱派出所事件，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也已经自称处分啊。对立委质疑陈家钦敢爱担起责任地，陈家钦表示袂闪任何责任。台北市警界最近风波不断，尤其是上山分局恶意人的事件，关税疑虑也未厘清。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先自称处分，前分局长林志成是转调来勤。在去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有立委质疑讲，警政署长陈家钦假做警界的头人，敢免出来担责任？当然，我要负起全部台湾的治安责任了。那局长要负台北市的责任啊，他认为我要负执行处分，但是就是不送执行处分上来啊。当然，我不是逃避责任。但是你也没有执行处分啊，就听候长官发落就对了啦。我觉得我是应该负起责任的啦。上山分局警纪的事件，嘛互警界雷投的风声是世界传假，包括内政部长徐国勇、警政署长陈家钦、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拢去互点名，再加上高阶的警官人事异动，嘛引起外界关心，讲警察制度敢是爱做调整。整体的团队指挥当然是我署长负责任。所以对一些的杜撰的一些编剧，我想我们从最近我们警察团队的合作，然后努力的查缉、稳定这个社会的治安，这些成效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编剧啊，杜撰的会不攻自破。唔若要破除内头的风声，伫红夜加抓的事件了后，嘛加强警政署要扫除污道的决心。陈家钦指出，为顶礼拜开始，高雄市、台北市、台南市还有南投县，拢已经小连续展开扫污的工作，强调警察一定会尽全力来扫除帮派。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前评委调一人着应公的后生着解忧，进阁逼出讲本地伫咧花莲加角做替代役，做无偌久就要放调转来到北投的区公所啊，而且办行政的人员就是牵涉到马英九的市长特别会案件，落尾去互关的疑问。市政府正式出来驳回讲无人敲代志，调查了后会向外界来报告。台北市长郭文哲到市议会专栏报告，面对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前评委调一人着向公的后生调解忧，牵涉到毒品这个刑案，阁互人讲原本伫花莲加工服替代役，却是当快速调回户籍所在地北投区公所来服役。核定的承办人员都是过去牵涉到前台北市长马英九特别会案入监的疑问。3天短流程居然就可以完成批示了。他也不是最快的，比他快的还有苏哥。逃兵逃几次，我服完刑之后，我一样调职就可以调职，而且调回我家离我家4分钟，你没干嘛就好没吗？这中间有没有人特权介入？有没有人关说？向您报告，没有。怎么会是替死鬼？不会的，这我承办的案子啊，对啊，换谁承办都一样啊。议员也因为调解忧的案件，再一次接受警方处的调查。郭文哲保证结果一个出来，就会向社会报告。调解文的公文才走3天，就快速走完。同款是公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甲桃园市政府公文要走2个半月。发公文的时阵，就爆发疫情。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是讲公文走得比病毒更较慢。郭文哲并无积极回应。打仗打久了会疲劳但是还是要咬紧牙关。所以你觉得陈时中累了吗？郭文哲笑甲真爱摇，对于病毒走得比公文更较紧，无愿意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为特别举办1年1届的原住民联合丰年节活动，今日特别举办着文创商品的设计比赛。不过宣传海报顶头相片，却是去用指控讲偷摕别人的相片来用，引起争议。就是这场应付玫瑰花阿里山入住的海报，官府协调都用民间相片引起争议，因为操纵单位伫无通知影中人也是翕相人的情况，就互官府当作素材使用，想要到一发现，就互原创者发现。你在审稿的时候，难道你没有发现到吗？所以呢，对于原住民的智慧财产权，身为原住民的主管机关，你反而侵害到原住民自己本身的权益，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是不对的。相片中的女主角更加直接上官府网站反映，各打原本相片来证明。官府赶紧贴文，佮通知设计单位赶紧审后，也不过网络已经没甲变回。确实相当不当，所以我们也严正的告知这间民间设计公司啊，以后绝对不可以再有
对这个合法的相片著作权有这种误用的这种情况。关民处强调，已经请厂商联络相片中的人，也是翕的人，看敢会当以付费方式处理授权。不过，类似这款无尊重第三的行为，官府其实不是头一摆民众指挥公部门安怎会当安尼办事？我觉得当然不恰当啊！他如果借由我的东西去谋取他的利益，那他最起码要做到告知的这件事情。会先告知，然后如果对方还是不撤的话，才会提告。另外，已经印好的海报要安怎？官府表示只有几十张，预算8000，目前全部拢已经摕落来。若讲袂当处理当事人收款，会另外搁发包请其他厂商设计。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印度疫情严重，已经连续2天，因的死亡人数逐天拢超过4000人。也因为疫情压未落来，印度政府宣布讲，德里首都圈的封锁延长到5月17。英国出名的医学期刊也批评印度疫情无够透明，政府伫咧暗砍实情。病院内面的确诊患者无隔离病房，病床之间只敢让一段距离。印度疫情全面扩大，医疗资源欠缺，和确診數一直增加。德里首都圈確診病例數雖然有小可下降，不過需要維持封鎖控制疫情。अभी एक हफ्ते का लॉकडाउन और बढ़ाया जा रहा है। कल सुबह 5 बजे ये लॉकडाउन खत्म होना था, लेकिन अब ये अगले सोमवार को 5 बजे तक के सुबह 5 बजे तक के लिए बढ़ाया जा रहा है。未上来火葬场烧的尸体拢无停过。印度官方的数字，伫过去24點前後有4092人死亡，連續幾多天每天確診人數拢超過40萬。पहले 110 आती थी, अब इतने से कम हो गया 40-50 बाड़ी। अभी कितनी डेड बॉडी लगभग 40 बाड़ी आज मान के चलिए आज。若是患者死亡人數連續2天超過4000。伫過去無夠1個月時間，也損失116位醫護人員。自疫情發生到即馬，印度已經有超過860位醫護人員死亡。最近有醫生通報講，患者伫咧治療好勢了，如果得到正罕見的莫梅菌感染症，這種病死亡率有到50%。醫生懷疑可能是使用類固醇搶救重症患者免疫力降低了所造成。英國知名醫學期刊《這個針》批評印度政府無顧到第2波疫情的警告，和民眾進行宗教活動。莫迪政府也閣在疫情期間，大家對政府的批評聲音不可原諒。即馬印度有1億7千萬人做過新冠預防射，只敢佔總人口的1成半。民眾大家路長等嚟要做預防射。Before some days we were vaccinating around 500 to 600 people. Now we are vaccinating around 900 to 1100 people a day. And the crowd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國際之間的援助也繼續送到印度。阿聯酋航空伫初九宣布，會免費運送世界衛生組織加其他組織的醫療物資到印度協助對抗疫情。公司新聞陳慧琳、張建光編輯。西班牙對初九開始解除疫情緊密狀態，真濟民眾伫街路頂頭慶祝。這是對去年10月以來西班牙頭屆解除宵禁加旅遊禁令，有真濟民眾認為講總算會當恢復正常生活。飯店的時間一日到，街頂大家是歡喜甲大聲喝休，袂輸是咧下年的共款。真濟民眾伫馬德里的街路跳舞慶祝，會當聽到真濟歌聲甲撲樂聲。這是西班牙從去年10月份實施對抗新冠疫情緊急措施以來，頭一屆解除宵禁甲無必要的下區旅行的限制。看美馬德里太陽門的大行也是真熱熱。Nada, ha sido muy duro y se esperaba. Entonces ahora pues muy contentos, muy alegres que se acabe todo esto por fin. Muchos seres queridos perdidos y hemos aguantado. Yo trabajo en la hostelería y esperemos que volvamos a tener el mismo lo de antes, ¿sabes? Igual, de a producir trabajo y que vuelva a ser como antes ya. 西班牙是歐洲疫情上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有約79000人死亡，確診人數超過356萬人。今嘛做疫苗的比率提懸，感染的比率開始降低，嘛互全國17個自治區內底有13個取消宵禁的措施。巴塞羅那的民眾伫咧厝2點半年的時間，今嘛會當去餐廳食飯，攏感覺真歡喜。La verdad que es como un sueño porque parecía que nunca llegaba esto después de año y medio ya. We expect a lot of business coming this coming weeks because people are hoping to go out for dinner. They've been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不过，嘛有人反对大规模解除封锁，因认为目前还未准备好势，应该还阁等3礼拜时间。西班牙北部圣塞巴斯提安省自治区政府希望会当保持有限度的防疫措施，不过却去互当地最高法院以无符合宪法驳回。不过地方政府还是会当限制营业的时间，而且管控酒吧也阁有餐厅内底限制人数。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伫咧美国又搁再传出骇客攻击事件咯，这届受害者是全美国上届大型的石油线路公司移民者，系统受到攻击了后，连带影响到运输业专用的汽油调度。除了联邦政府宣布紧急状态，也暂时放令重公车对公路运送汽油。外界也伫咧关注讲，这场攻击事件敢有法度伫5天内来解决问题咧？去互骇客集团以网络威胁攻击的，是总部设伫乔治亚州，或者移民者送油管线的公司。管线分布的范围是为德州产油的密西高湾沿岸开始，一路经过南部甲东部沿海各州。伫这个区域的市场占有率差不多是45%，这嘛是美国上大油品运送的业者。案件发生的时间是伫咧美国东部初7、8、5，业者发现管线网络的管理权去互骇客夺走了后，就随切断管线甲网络的连接来确保安全。不过嘛，因为安尼切断对规个区域汽油甲柴油的供应。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后，市场出现惊吓性的买气，油价是随起4%，不过收盘的时阵起的幅度是缩减到2%。The refineries are still in operation. What's been impacted is a pipeline to take those refined products from the Gulf Coast into these markets. 分析师认为讲，除了联邦政府动用紧急状态授权，暂时放令以油罐车行公路路线运送油品，上大的关键也是业者敢会当伫5天内，也就是当地时间11、8日进前恢复管线的运作。Because Colonial delivers to these terminals every 5 days, one can see that on day 4 or 5 of a Colonial outage, that we could see a much greater widespread impact through large areas throughout the Mid-Atlantic and the Southeast. 因为代志发生的时间点，拄好是美国朝野讨论有关基础建设的期间。若国际上，美国的国产油品方面供应若是降低，百面就爱靠进口，对能源自主甚至是未来中等的政策，拢有可能产生影响。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伫咧七八早起，有7个台湾人驶到一台马来西亚籍的篷船，却因为无照规定提早申请入港，到安平港了后，才临时讲要申请。地书早起通过会当进行检疫的时阵，拢已经到暗时真晚。不过，这个7个人却既然卖完工，等了伤过久。疫情指挥中心曾表示讲，相关单位拢是遵照规定在进行防疫的，也另外也会看照法规来查明讲这7个人敢有违规。这只马来西亚籍的篷船，车牌是无按照规定，无提早24点钟申请入港，却是到安平港了后才临时申请。地书通关和检疫的作业拢延迟。航港局表示，这只船无符合拄着灾难等等的紧急状况，袂当临时申请。另外，这只船迄天佫停起非检疫的地点，恐惊是有违规。采取的部分可能是说，他进港之后没有接受港务公司的指挥，因为你进到港里面来，要接受港务公司的指挥，你要去靠泊哪里，不能自己决定说我要靠哪里就靠哪里。这个部分可能就有违反上港法的一个问题。航港局表示，若确定有违反港务公司的指挥，停起泊位，通依法罚10万到50万。毋过，船的主人也话枉屈，讲安平港指定的码头拢是咧互大型的商船停的，而且迄天海涌佫大，为着安全，才暂时停到附近的游艇码头，而且有定顺相关的单位。港务公司的林经理，那他的意见是说，那个并不是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但是如果我们要开过去，他也没有意见。我们打电话给机关署的陈小姐，如果亚朵同意我们进去，他可以请示让长官在那边实施检疫。疫情指挥中心查到暗时强调，相关的单位拢照规定执行这只船的通关和防疫的作业，会阁检视这只船入港的停事，若违规就会处分。目前这只船先留2个人伫船顶，不过因为还未摕到特别许可，所以无确定因当时的落船。记者综合报道。昨有一只中国渔船掠鱼掠过界，海巡警官广播要求因停船接受检查，想要到因活咧就做移走，落尾去互咱的海巡警官掠到，目前扣押伫马境进行调查。个月到今已经掠着4只中国船啊，陆委会也呼吁中国要爱管好家己的渔船啊。
一只中国渔船听到海巡署伫咧放送，拢无爱插，也搁要逃走。经过3遍的放送，叫伊停船接受检查。海巡人员决定要强化停船检查。最高早起，海巡署发现中国渔船外界进入咱国的限制水域，查到船长、船员3个人，船顶20公斤的鱼拢等咧海。本队遂广播停船受检，该船仍加速逃逸。本队采取紧追及强靠登检，押返马公留置调查。经查，该船有3人，船上没有牛、猪等物品。依照违反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甲渔船阿基马经留置调查。不过依照中国的法律规定，禁渔期是自5月7日开始。禁止渔船出入港，不过平和海巡队即观察到各种中国船外界，包括无船名渔船、海钓船、物资运补船，5月到即马就带回4只违法外界的船。5月1日起，大陆禁渔期开始，本队针对未返港之大陆渔船越区作业加强查缉，至今已扣押4艘大陆渔船。本队仍将持续扩大巡逻范围，针对越区热点。加强勤务作为。刘委会最近呼吁中国方面要约束因的船甲船员，唔通外界掠鱼。为了要阻止中国船的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对违法者会严正处理。两华条例罚则也已经提悬到代表30万到1000万。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民众近行的口座去用摕去用，煞变做是诈骗集团的共犯，家己却拢唔知影。司改会也讲，法院对故意的认定无一个标准，可能会害到较弱势受害者，无才调去辩护，颠倒去互判有罪。司改会今仔日也去交国家人权委员会申请，希望改变司法界系统性的问题。林先生摕到迄个时阵，拄仔买无偌久的手机啊，心情真无奈，因为这款手机啊，伊的资料去人偷用，互伊变做是诈骗的人头口座，一直去互警方通知，牵涉到治安犯罪，必须到案，伊才知影这件代志。也过民众伫唔知影的情况下，煞变做人头的口座诈欺，伫部分判决中也被认定是诈骗集团的一份子，引起一寡议论。民间司改会认为讲，这是国家制度系统性失灵。我们的法院对于故意这件事情的认定非常非常的宽松，尤其在诈骗集团这个部分，简单来说，他们抓不到大的就抓小的，那这个小的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犯罪，其实都有问题。所以法院在这个部分，其实某个程度只是为了给人民交代而做了相对应的判决或判断。不管是借还是拍无这理由，民众变作是人头口座，这都可能假诈欺罪，甚至是洗钱罪。捌做过受害者被告律师的黄明典表示，口座哄骗，无等于就是诈骗集团。落实无罪推定原则是国家的法定义务，不过伫实务的情况下，大部分不是安尼，往往造成一寡冤案产生。以过去90%几都判有罪，而不是去要求检察官对这种案件应该来负责举证，说被告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个诈欺的犯意，而是以过去案件的经验来推认。这时候我就觉得这种系统性的一个思维，明显就违反这个无罪推定原则。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受害者，所以这个案也变作是民间司改会头一个向国家人权委员会来表明的案件。因认为司法实务对民众交付社会时阵，是不是有犯意，认定的标准伤灵。也指出到有一寡弱势被告，可能伫无法度请辩护人，也是无能力为家己辩护的情况下，被逼认罪，等于是国家无落实照顾义务。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咱台湾是真欠外籍移工，偏偏政府逼出讲，咱台湾的中南业者因为家己的欠点，无老实通报移工的相关状态，甚至佫甲重要资料造假，致使移工伫台湾超过居留时间，害因日后也无法度继续伫咧台湾食头路。健保卡也是有扣，但是呢，也完全没有加保并过许可，所以呢，导致他现在有一种非法的状态。阿小姐伫2019年底入境来台湾，陆续为3个雇主服务，不过中介拢无将接续的聘雇处理好，甚至连居留证伫去年底到期，中介就讲无问题，佮加做证明文件，不过即马变做伊甲雇主的聘雇无法度继续。类似这种的事件，其实不是个案。中介有给我，但是因为说这个是假的，收中介服务费，但是你们完全都没有帮忙，包括
他的护照现在也中间有在扣留。义工团队接到陈情，因为中介的疏失，譬如讲无照实通报接触的聘雇资料，还是漏办文件、假造资料，结果抵触到居留超期，无法度继续互人请这个情形。不过，这义工来台湾进前，已经先缴交中介费，来台湾了后，逐个月都要搁丰收服务费。即马煞可能无法度得到职业的保障，认为应该专门废除私人的中介，由政府对政府引进，建立一站式的服务，并简化聘雇流程，主动通知文件的申办者的事项。私人中介要废除，政府要担任这些跨国劳动力的跨国的安全。现在问题越来越多，造成的麻烦不只是劳工的麻烦，更是雇主的问题了。我们的雇主还有职聘中心都能够提供相关的引进服务。劳动部回应指出，若做有中介违规来从事就业服务，会进行处罚。若是移工的超期居留案，会请移民署协助。目前也当地研议修正私立就业机构的许可甲管理办法，希望会当提升移工的权益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县有一间100年历史的长英国小，每一个年级有2个班。最近教育处来了一封公文，要求学校伫国小1年的新生，敢若会当招一班尔，而且爱慢慢来减少，变做是全校6个班就好，所以引起家长的不满。屏东县教育产业工会含家长今仔透早伫台北举行记者会，希望县政府就爱护法实相。你们的良心到底在哪里？你们为什么用如此粗暴、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的子弟学生？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小小孩子，还有最弱势的一个特教班的学生。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剥夺他们在学校的自由呢？谢谢大家，谢谢。当英国小的家长批评屏东县教育处的做法是伫咧选拔日游戏，听书无证据，拢是伫咧应付家长。教育处也回应讲，屏东市实行大学区制，也会总量管制保障基本学区的学生，被三都学校也袂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不过家长认为讲，别个县市无强制减班，但是强制减班代表着教学资源减少，对学生甲教师的影响，拢是看现现的。讲到婚姻，目前早当伫我当咧抽水开花，这段期间爱用真济水去引产，所以因为今年欠水影响，农民抽地下水也抽无，莫大就一直芳，电钱也一直咧增加。另外，有农民是因为抽无水，莫大芳一个煞歹去啊。目前婚姻的第一期早人潮拄当要出水开花，这段时间需要用真济水来引产，才袂生空壳拍切，影响收成。但近期因为欠水，水质水量少，抽水的时间长，嘛互农民怨叹电费增加，收入绝对的减少。嘿，因为水变细啊，比如这啊用4点钟啊，变做用8点钟啊，有人用法12个小时啊，水就变做细啊，就一定是。农民表示，这段时间若无水，节水都袂打电，几年的生活都乌有去。就算讲电费增加，也是只好硬当。共款受影响的还有种菜色农民，有的因为欠水，规气都无种；有农民因为一直抽无水，结果规粒莫大煞芳甲小去。可能是没有水可以抽，用抽水马达的话，一直硬抽的话，造成马达过热，然后烧掉了之后。重新要换一个新马达，都是要价钱2万块起跳，蛮多的。他们遇到状况大概是怎样？都抽没水。农民表示，今年雨水少，地下水真好抽，但农民为着生存，也是爱硬抽来引产。但是因为水少，抽水的用电上，修理莫大上成本，希望相关单位通提出可行的农产补助，加减弥补一寡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表示，讲未来1礼拜东部地区会出现29度以上的高温，而且是无啥雨水。为着要应付到欠水问题，地上有农民家己租水车去载水来引产。农民上届烦恼讲，若阵欠水，稻仔就会变做拍切，所有的辛苦也拢白了工啊。伫上乡万安村的有机农田区，农田大甲别的情形也是持续产生。不过，即马稻仔生长上需要水的时阵，地上地区采用阴3工停3工轮班用水。万安村地势较悬，轮班用水根本无够用，污水井嘛抽无水。即马农民家己改装水车载水来引产。
因为抑有地势较悬的农田需要用水，农民只好用自来水先放伫水桶内底，用木担抽起咧较悬所在的田来淹田。因为拢总有1甲6个农田拢爱淹，为了解决这个欠水的问题，农民会当讲是用尽心思。对，一定是载不完啦，因为我们看我们现在等它放下，它就干掉了，让土保持有水分湿湿的就好了。农民讲，旧年2期稻作也因为欠水，找人空车来载水，淹过1天就要开8,000。今年家己装水车，虽然讲省一笔钱，淹过也是会烦恼说来，因为车啊要结水，用水若无够，会造成拍切，影响今年1期稻作的收成。那这一部分我们也会看实际的灾情来给予那个是不是向农粮署、农委会这边来做呈报，那看看能否开启所谓的天然灾害救助的这一个系统。经过中央气象局台东测站的降雨资料显示，今年4月，敢若测到29.5毫米的累积雨量，比去年减少一半，欠水真严重。农业处呼吁农民爱做好受损记录，方便未来申请天然灾害救助，也甲伫我的保险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投出产梅影，却因为欠水生甲真细粒，价销也落甲真低。为着要帮助这寡农民度过今年的苦寒，南投县的农会是下重本补贴业者，用保证的价销来收这寡梅影。一粒一粒当采收落来的梅影，看起来搁脆搁好食。不过今年因为雨水少，就连种梅影真出名的南投，今年收的梅影嘛拢真细粒。比如我们收了100吨，100吨的梅子，大颗的差不多大概5、6吨而已，其他都是小颗的。以往正常的梅影会当有50块遐尼大粒，今年的梅影煞是干那剩5块遐尼大，所以价销是真歹，甚至是销无路。加在南投县农会斗3工提出补助，鼓励业者照保证价销来买这批细粒梅影。不惜我们的成本跟代价，我们就是为了要照顾农民，不让梅子产量下滑，所以我们提出了无限量收购，还有25%，真的是非常的小。要做加工也没有办法，只好我们舍弃。但是舍弃的部分，我们为了梅农的经济收益，我们一样还是保障价格15块跟他收购。农会除了无少成本来协助农民找销路，也想尽办法利用这梅影，做出好食的脆梅、梅影汁等等，增加这批梅影的经济收益。就是希望南投出名的梅影产业会当经过今年的考验，继续大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西瓜是清凉又个滋喙焦，真侪人伫咧买西瓜时阵，拢会先家直直拍拍咧听声音。不过你敢知影讲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咧？咱赶紧来听卖西瓜卖30年的阿嬷分享伊经验。天气渐渐啊变热，食一块西瓜，规个人拢心凉鼻倒开。不过西瓜是要安怎拣？拍起来声音代表什么款的口感？你敢知影？统统就是无迄个啊，就是无迄个讲空壳啊，就无安尼啊。你像这种18个啦，说啦。台南的满线大桥路边停袂少发财啊车，是卖西瓜的大镇区。已经伫遮卖西瓜卖30档的西瓜阿嬷讲，即卖西瓜拢真好食，干那需要看人客是较介意食沙沙，也是脆脆的口感，落去拣就会使啊。无啥会晓拣啊？无啥会拣哦。嘿。嘿啊，应该是拣较内行啊。看见到个，因就好你啊，规仔面叫长者就歹去啊。你无就好，洗拢条咧，完全若无水就歹啊。因为西瓜种伫咧沙坡地，无重水，因过定定听到落大雨，西瓜瘪起，歹食歹卖情形。不过今年的雨水是欠甲伤超过，西瓜阿嬷讲水分嘛是有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民进党创党头人保证过身30周年，总统蔡英文、立法院长游锡堃以及着监察院长陈菊拢受到邀请，出席东吴大学所举办的保证别墅30周年新册发表会开颁奖典礼。蔡总统伫咧致辞的时阵，也特别感谢保证对推动民主的贡献。在推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傅老师致力于打破省级的藩篱，坚持跨越族群，共同合作。我相信许多人都记得傅老师追求民主的名言，在刚才我们也都听到，那就是不惜以自由为代价，乃至以生命为代价，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是民主。
检察院长陈菊因为是保证的学生，那讲到民进党当年阻挡的过程，强调保证是迄当时唯一参有阻挡经验，包括结合迄当时的外省高人，若无因迄代拍拼，台湾民主就会伫压迫当中受人消灭。陈菊肯定保证对族群合作的推测，对目前台湾也是真重要的。有一位台语作家，或者是听体育。伊用台语散文诗记录台南公园的故事和丰富的生态，伊把这内容出版做台语有声册，也找绘本作家出版台语绘本，佮请歌手谢明佑来斗做配角配音。咱来赶紧来看伊对台语的热情。阮袂孤单，等春天若到，金龟会飞转来，讲出一年的笑脸。念出水气的台语散文诗，台语作家听铁玉。甲伊对台南公园的感情和观察，结合居民的故事，写作迷人的台语有声册，精研1世纪台南公园。伊佮和画图的作家洪秀贤合作出版台语绘本。另外，伊也邀请台语歌手谢明佑为这本有声册吟诗配角，进一步推广台语文化。这本的文字它因为比较描写比较细致，还有深刻的一些情感，它比较抽象。所以我用黑白的线条，想要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听体育的老爸是外省人，所以虽然伊伫台南白河大汉，却是一直到做兵，含讲天公台语，才知影台语的水。伊就安尼拍拼学习，考调认证，做台南社区大学的台语讲师。伊伫服务台南公园的过程当中，熟悉住伫遮的在地民众，发现有居民自出世、读册到食头路，一生拢和台南公园有正密切的关系。这也成做是听体育写这本册的动机。这本册主要就是会当传达台语的讯息，互大家人会当去学台语。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咱的台南公园散步会当用这本册来做导览，会当互咱更加认捌咱台南公园的水。诗是代表树木的一年四季的这个开花啦、花谢啦，过来就是咱人的心情，甲诗透过字幕，甲伊的心情，甲共同甲写出来啦。听体育也捌出版过台语的囡仔绘本《嘉南平用的珍珠》，得到虎城文学奖。伊伫咧拍拼创作，对台语和土地的真情甲真爱，一抓一抓刻伫伊的作品内底。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天气相关，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28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30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9度到34度。北部地区对27度到3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3度到3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